真的是吃的，真的呀！我来干饭干饭。奶茶，是的，不吉祥，到这儿吧。今天是吃播吗？哇！我知道了，这都是上海这样在各地的美食。你要不要？真实废弃的，很恐怖。来抓我！过来啊！你过来啊！这边是认真的废弃的一个地方。哎，快跑！抱着吧。有脚步，门口人。佩恩一个人在那儿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规定。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救命！谁抓他的？佩恩呐！别跑！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光太亮了，我被电了。不容易，终于完成一个 success。我们这个任务真的是完不成了。还有一个东西也没有，就是找到。好，这开如我们愿了。来，快把我抓走！